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初，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6章到第10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6章，乌西亚王过身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，伊的长袍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伊的周围有撒拉弗天使徛伫侍候，每一个有6支翅，2支野面，2支野骹，2支做翼背，因彼此呼应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。门厅的根基因为呼应的声摇颤，圣殿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，我有才华，我袂无啦，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，佮住伫喙唇无清气的人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上主万军的统帅。然后有一个撒拉弗陪我来我遮，伊的手用火焰对祭坛顶捏一块热热的炭，将炭捂我的喙唇，讲：呾，这个捂着你的喙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过有得到赦免。了后，我听见主的声讲：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阮去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伊个讲：你去甲这个子民讲，恁听佮听，毋过袂明白；恁看佮看，毋过袂了解。你着互这个子民的心钝，耳孔动，目睭花，才要因目睭看见，耳孔听见，心明白。我倒转来得到医治，我就讲：主啊，伫偌久？因着到城市荒废，无人住，厝无人徛，土地彻底趴荒，一直到上主将众人刷去到遥远的所在，境内真侪土地受弃杀，连迄所在所剩的1/10的人，嘛未过受毁灭。但是，亲像烈树、橡树，虽然互人插起来，毋过树头要留地。迄个树头是圣的族类。第7章，乌利亚的孙约坦的囝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，苏利亚王儿孙甲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进军攻击耶路撒冷，毋过攻袂破。有人甲达比假讲，苏利亚甲以法人联盟，亚哈斯的心甲人民的心拢惊吓皮皮煞，亲像树林内的树，互大风吹震动。上主对以赛亚讲：你甲你的囝西亚雅述出去迎接亚哈斯，伫上池的水沟口，探到漂泊场的大路见伊，甲伊讲：着谨慎，着镇静，毋免惊，毋通为着这2支伫庆宴的火把，就是伫大发生气的儿孙甲因苏利亚人，以及利玛利的囝来惊吓失胆。因为苏利亚甲以法人以及利玛利的囝计谋攻击你，讲：我要上去攻击犹大，侵占征服伊。我要设立他比勒的囝做王，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这个代志袂成功，一定袂实现，因为苏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，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儿孙，以法人的首都是
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囝。65年来，以法莲一定袂亡。恁的信心若无在，恁绝对徛袂稳。上主阁对阿哈斯讲，着对上主你的上帝求一个记号，无论对上帝的深渊，也是上悬的天顶来。毋过阿哈斯回答：我毋求，我无要试探上主。先知就讲：大笔家啊，着听，恁互咱验恶，减算小看事，恁减嘛要互我的上帝验恶，因为安尼，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，看咧，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，到伊学会晓拒绝恶，选择神的时，伊要有起司甲蜂蜜通食，因为即个囡仔会晓拒绝恶，选择神以前，恁所底惊迄两个王的国土，拢会彻底荒废。上主会互亚述王带来的患难临到你的人民，甲恁老爸的家。这是以法莲对犹大分裂以来毋捌有的患难。伫迄日，上主会发令对尼罗河的源头调集河神，搁对亚述地调集蜜蜂来，因拢会飞来歇伫徛的山谷、石壁旁，以及一切的刺爬甲草埔。迄时，亚述王亲像主对幼发勒底河对花做来的剃头刀，主要用伊甲伊的头毛甲骹毛，甚至恁的喙手拢剃掉。迄时，一个人会饲一只母的牛仔，两只母的绵羊，因为有充足的粮。国内所有剩落来的人，拢会当食起司甲蜂蜜。迄时，种1000丛葡萄、达银1000的所在，拢会发刺爬杂草。人着带钱甲金正甲去遐，因为所有的土地拢互刺爬杂草盖满。所有用石头建造过的山地，因为有杂草刺爬，人毋敢过去，变做放牛去食草，出在羊吞踏的所在。第8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你摕一块大块棒，用通用的字写马赫尼、沙拉勒、哈苏、巴苏。我要用可靠的见证人，就是祭司乌利亚甲亚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为我作证。我甲我的父亲人女神伫同房，伊就怀孕生一个查某囝。上主甲我讲，甲伊号名叫做马赫尼、沙拉勒、哈苏、巴苏，因为囡仔会晓叫阿爸阿母以前，大马士革的财富甲撒玛利亚得到的战利品，拢会互亚述王抢去。上主阁对我讲，既然这个子民拒绝塞罗亚慢慢流的水，颠倒去巴结利顺王甲比加王，所以你的主要带亚述王甲伊凶猛的大军，亲像幼发勒底河强猛的水冲过河沟，漫过河岸，流入犹大，淹到红滚，造成患难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伊的舌铁开，盖满规片土地。列国的人民啊，做恁联合结作队，恁会彻底受毁灭。对遥远的所在来的，要注意听。
做恁避震，恁会彻底受毁灭；做恁避震，恁会彻底受毁灭。做恁去计划，一定拢无采工；做恁去想计策，一定袂成功。因为上帝甲阮同在，上主用大开力的手牵我，经过我毋通对即个人民的骹步行。伊讲，即个人民在讲的阴谋，恁毋通对因讲，因在惊的，恁毋免惊，嘛毋免论，恁着尊重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做神，我才是恁所着敬畏着出来的。我会正做圣所，嘛会做互以色列两国跋倒的石，他爱的大地石，做耶路撒冷子民的外道甲罗网。真侪人会伫迄顶面跌倒、跋倒、受伤，因为互人蒙着、掠着。恁着甲律法的册卷起来，伫我学生的中间甲教士封起来。我要听候上主，伊月头无看过哪国的后代，毋过我要仰望伊。看咧，我甲上主赏赐互我的囝儿，拢是伊互以色列的条头甲记号。上主是踮伫锡安山的上主万军的统帅。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着去问看望的甲当机倒头，因叽叽求求，用人听无的话念东念西。人民兼袂用得求问因的神明，也是替活人去问死去的人，袂用得，着请示律法甲教士。遐讲话无照律法甲教士的人，因袂当看着天光。人会伫逐所在流浪、艰苦、枵饿，因无人者的时会起受气。咒诅因的王甲因的上帝，因抬头看天，压落看地，只有看到艰苦、黑暗、苦闷，搁受赶入去黑暗内面。第9章，总是迄个捌受过痛苦的地，袂搁再有黑暗。以前西布伦的地，甲拿弗哈利的地受看轻，毋过将来即个地区，沿地中海的路到约旦河外，甚至到外族的加利利，拢会得到阳光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生活伫死人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，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亲像伫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伫分赠礼品的快乐，因为你有拍碎因伫背的担，讲断因肩头顶的棍，压制压迫者的边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，战士伫交战中穿的军鞋，高着血的军服，拢会做柴烧，因为有钱的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天父，和平的君王。伊的主权无穷，伊的和平无尽，伊要做大笔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。伊要用公平正义互国稳固建立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诚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主宣告要攻击以色列王国，这个审判要降落伫哪国的后代。所有以法莲的人民甲撒玛利亚的居民拢知，毋过因要自高骄傲，讲庄仔厝已经倒落去，阮要用拍好的石顶起，三叉树已经互人错了，阮会用八形树代替。所以上主叫因的敌人利顺王起来攻击以色列，东有苏利亚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
因拢开大喙要吞食以色列。虽然是安尼，上最生气也袂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因。毋过，人民无悔改，归向拍因的上帝，嘛无追求上主万军的统帅。所以，上主要将以色列的头甲尾溜、樟树枝甲芦苇，伫一日内拢斩断。长老甲有地位的人就是头，用白贼教人的先知是尾溜，才会领袖带即个子民行毋对的路，互因带的人拢受吞灭。所以，主无要怜悯因的少年人，嘛无要疼惜因的孤儿寡妇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无法无天。大家嘴讲的话拢是笑，虽然是安尼，上最生气也袂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因。笑亲像火的烧，吞灭刺白野草，火伫炎炎的树林底倒。火焰若熏跳直直冲悬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会大生气，土地烧甲焦焦焦，人民拢亲像吞灭人的火，甲家己的兄弟烧甲剩无半个。人民正平抢，枵地枵，倒边吞食，还食袂饱。逐个人拢食家己囝儿的肉。马拉西吞以法莲，以法莲食马拉西，因联合攻击犹大。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生气也袂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因。第10章，惨啊！遐制定不义的律法，写判决书欺压我的子民的人，恁剥削善食人的权益，剥夺困苦人应有的公正，将寡妇做恁的纳物，孤儿做恁的赠礼品。伫审判的日，灾难对遥远的所在来时，恁要安怎？恁要对啥人求帮助？恁的财富要留互啥人？恁只有屈伫俘虏中间，也是将受杀害倒伫尸体中。虽然是安尼，上主的生气也袂煞，伊的手还伸长长要处罚恁。惨啊！亚述，我生气的棍，我手中所拿生气的拐，我命令伊去对付无法无天的国民，派伊去攻击我所痛恨的人民，抢因的赠礼品，夺因抢夺的物，佮吞达因，亲像在纳街路的路高饃。毋过，这毋是亚述的计划，伊的目的毋是简单安尼，伊存心要毁灭搁较侪的国家。伊夸口讲，我的指挥官逐个拢是将才，我有征服加利亚，嘛有征服加基米斯，我有征服哈马，嘛有征服阿尼伯，我有征服撒马利亚，嘛有征服大马士革。我的手已经伸到拜偶像的国家，因的偶像比耶路撒冷甲撒马利亚的偶像较侪。我兼毋免对付耶路撒冷甲伊的偶像，亲像我有对付撒马利亚甲伊的偶像。主伫锡安山甲耶路撒冷完成伊要做一切的工作了后，要处罚自高自大的亚述王甲伊的骄傲，因为伊讲：我靠家己的气力甲智慧完成这个事，因为我真有本事，我有废除国甲国之间的境界，抢夺因的财宝。我亲像勇士制服君王，我的手有拿着人的财富，若得摕鸟仔收。我得着全地，亲像捡着流落来的鸟仔卵，无有鸟仔
其实甲我惊吓惊，嘛无鸟仔开喙啾啾叫反抗。捕头兼通对用伊彻查的人夸口，牛仔兼通等伊比拖牛仔的较牛，是人在用棍仔，毋是棍仔在用人。所以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要互勇壮的人变甲消散落吧，要点火甲因的荣华烧掉。迄时，以色列的光会变做火，以神圣的上帝变做黑暗。伫一日内，甲亲像刺白甲野草的亚述王消灭，以木星的树林甲真肥的田园会彻底受毁坏，亲像被人衰弱死去消失。树林内存落来的树真少，连囡仔拢会晓算。伫迄日，以色列所剩的子民，雅各的后代，死无了的人，袂过去挖靠攻击因的人，因要坚定挖靠上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雅各的后代所剩的人，会倒去大权能的上帝遐。虽然你的子民以色列亲像海边的沙遐多，因中间只有剩几个会回来。毁灭的事已经决定，因为上主大大施行公义。安尼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照伊所决定，要彻底毁坏全地。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确实有安尼讲：住伫锡安我的子民啊，虽然亚述用拐甲恁拍，亲像埃及用棍甲恁讲，恁毋免惊，因为我对恁的受气连臂会煞。我的受气是要互亚述灭亡。后来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会举伊的鞭率伊，亲像伊伫俄立的石盘鞭拍米甸。伊要存伊的管仔伫海的顶面，亲像伊伫埃及有安尼做。伫迄日，亚述下淡淡要对恁的镜头刷走，下伫恁红棍的胆要降断。亚述攻占爱城，经过米基伦，下补给品伫密抹。因经过隘口，伫加巴过暝，拉玛人皮皮掣，索罗故乡的基比亚人逃走，加林的居民着大声喊，来沙人着听，阿那突人着应答，马德米那人逃走，基宾的居民逃命。迄日，亚述王会伫那别停地排阵，伊要动手攻击锡安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。看咧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要用通镜的力量挫断树枝，大樟树会受斩断，楚歌用的树拢会倒甲平平。伊要用斧头刺平树林，连黎巴嫩上好的树拢倒了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赛亚书第6章到第10章。